后来这个学校很寒咯，都要注意咱的少年朋友，唔通互伊去甲人买毒品。都袂少的少年人抓准这个 K 他命无危害，要开拍，拢会使这个 K 他命来增加兴头。其实这个 K 他命对身体有真大的危害，正伤咱的头壳，而且会膀胱萎缩，恐惊一世人都爱包药珠啊！而且若输掉咧，就拔袂掉，3年内的再犯率将近4成。不要动哦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不要动哦！伫汽车旅馆内面，男男女女音乐开有够大声，桌仔顶阁有放毒品。未付费条，何元敬抓到，即摆有真侪人开拍时拢用 K 他命，研究的数字竟显示讲。K 他命，伊个叫凯他命，是一种解离型的麻醉药丸，有效提起了会产生幻觉，使用者3年内再犯率差不多有4成，而且若是凯他命的初犯者，女性3年内非自然死因呢有加出19倍，轻生的几率也就是想要自杀的有31.4倍。情绪不太好，他用这个药，可是事实上呢，它更容易引发这么多复杂的这个死因，而且很容易使这个自杀。检警伫边境去掠到真侪新毒品，包括 K 他命，因为医院有真侪少年人当作讲 K 他命无危害，摕来抵用。医生讲，食 K 他命会影响到脑部的智力、膀胱萎缩等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。食日日济，恐惊肉珠啊拢爱包条条。